雅各做咗14年工作，佢終於贏得美人歸。以撒及利百加嘅愛情故事。耶穌基督嘅誕生就係約瑟對瑪利亞嘅信任。神賜俾我哋嘅聖經本身就係一本愛情故事書，但係要留意嘅就係神嘅愛係遠遠超越浪漫，佢嘅範圍更廣泛，包括自我犧牲同埋無條件嘅愛。作為鼓勵，請俾個讚及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啦。本視頻係永遠唔會叫人捐獻㗎。若你想為上帝做啲事工，請幫助在你附近的教會或教堂啦。